哋帶着一個感恩歡慶嘅心嚟慶祝主耶穌基督個降生。相信對於我哋每一位已經相信咗主耶穌嘅人，每逢到聖誕節嘅時候，我哋個心都能夠係好多個感恩，充滿着喜樂。但願我哋唔單止係喺聖誕節呢幾日個當中，乃係但願我哋整個人生我哋個一生都能夠係喺當中去得着主所俾我哋嗰份奇妙救恩所帶嚟個平安喜樂，幫咪盼望咁樣今年咧總聯會咧都有定咗一個主題，亦都喺當中有用咗一節個經文，好叫我哋能夠喺裏面能夠去思考主耶穌個降世。今年總聯會所用嘅主題咧就係主嘅降世，或者粵文係主vào đời。咁樣所用嘅經文咧就係喺提摩太前書第1章第15節。但係今日我盼望都幫大家去讀埋再下面嗰一節。其實呢兩節嘅經文咧都係使徒保羅佢自己一個自述嘅，係佢自己一生嗰一個體會。當佢認識咗主耶穌基督之後，佢個人生帶嚟好大個轉變。喺度使徒保羅話：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嘅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我唔知今年係大家所過嘅第幾年個聖誕節，又或者係大家喺主內主個救恩個裏面所過嘅第幾年個聖誕節。其實問呢個問題係讓大家去回望翻我哋個一生，我哋一生嗰一個經過，又或者係當我哋去認識咗主耶穌，可能每一年我哋都係都時常都係去喺教會裏面去見證，去經過一個聖誕節。可能今日我哋所讀嘅兩段嘅經文都係我哋係好熟悉嘅經文，特別係約翰福音第1章1至14節，係今年我哋有一個背經活動，我哋所背誦嗰一個經文。但係今日我哋可能經文我哋係好熟悉，好多個詩歌可能我哋都會聽過，好多教會個活動可能我哋都係都係習以為常，每一年都係咁樣嗰一啲個活動。但係今日保羅佢喺當中佢所宣告嘅，佢所領受嘅，係咪今日我哋越跟從主，我哋越去認識主嘅時候，我哋係越喺當中係好似保羅所確定係更加個肯定呢？喺度保羅去確定肯定幾樣嘢，就係基督耶穌個降世係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是可信嘅，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後保羅話：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後佢話：因為我蒙了憐憫，因着耶穌基督喺我個罪魁嘅身上顯明佢個一切個忍耐，並且讓佢能夠喺信主嘅人嘅當中能夠作榜樣。盼望一個保羅所肯定嘅、所確定嘅，亦都係我哋每一位信咗主耶穌嘅人，我哋係每一年我哋嚟到聖誕節嘅時候，我哋有冇係更加個肯定、更加個確信呢？
就係耶穌基督降世係為要咩？拯救罪人，係可信嘅，係咩？係可佩服嘅。因為咩？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正如保羅話，都係咩？正在為呢一個咩？一個事實啊，呢一個咩？一個奇妙個事實去做見證啊！所以今日求主都幫助我哋，能夠喺今日個經文嘅當中，讓我哋去肯定幾樣嘢啊。第一就係咩？是否去肯定主耶穌嗰一個身份啊？正如保羅所肯定嘅就係咩？基督耶穌降世。基督耶穌係邊一位呢？可能喺個世代嘅當中，主耶穌一個名亦都係唔再係陌生。喺世界個各地都係被傳講，都係被傳揚。但係對於世人，對於今日我哋基督徒，主耶穌基督個身份，我哋有冇係咩？係好肯定呢？因為確實今日喺人類個當中，對於主耶穌個身份都仲有係咩？有好多個質疑有好多個講法有人睇主耶穌係咩？係一個歷史個人物一個偉人，一個革命家甚至有好多時候有好多特別我哋華人我哋華人個傳統所信奉個宗教信仰有好多就咩？以嗰一個時間性做一個對比我哋華人傳統所謂個儒釋道釋迦牟尼孔子、孟子孔子所創辦個儒教，孟子所創辦個道教一啲個似乎呢個宗教呢個信仰都係咩？喺主耶穌基督嚟到一個世上之前嘅即係所以有好多話基督教都係喺華人好多傳統個宗教嘅之後。但係今日我哋對主耶穌基督個身份，我哋有冇肯定？有冇確定呢？雖然喺未信主嘅人當中有唔同個睇法，對於主耶穌個身份，甚至係喺基督教之內喺初期個教會都係嘛出現我哋好多稱為嘛係異端，異端亦都係嘛有好多個異端，特別都係對主耶穌基督個身份係有好多個偏差。點解約翰要寫約翰福音呢？就係因為喺初期教會喺即係第一至第三個世紀頭幾個世紀嘅當中，對主耶穌個基督個身份都有好多唔同嗰個唔同嘅睇法甚至有好多係睇主耶穌好似係係一個平常嘅人只係到咗主耶穌受洗嘅時候，聖靈上帝先係先係進入主耶穌嗰個即係個生命嘅當中，以致主耶穌係去完成上帝嗰一個工作，然後喺十字架個當中，上帝嗰個靈又離開主耶穌。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咁樣係咁樣各種嗰一個睇法即係所以喺當時個教會裏面好即係都有好多對主耶穌嗰一個身份係好多唔同個講法。但係喺度約翰寫約翰福音就係要再一次過去要唔單止係基督徒信咗主嘅人，並且係叫世人都係再次過去肯定主耶穌基督個身份所以喺約翰福音個裏面，我哋見到約翰係用咗
描寫咗主耶穌好多所做嘅、所講嘅，去肯定、去證明主耶穌基督嗰一個身份。正如我哋好熟悉嘅約翰福音最結尾嘅第30章第21節，約翰話：但記這些事，是要叫你們係嘛，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嘅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喺約翰福音嘅第1章作開頭，約翰就要好肯定嘅，要好確定嘅主耶穌嗰一個身份。今日我哋相信主耶穌嘅人，我哋有冇已經好確定、好肯定主耶穌嘅身份呢？正如約翰話：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穌唔係喺嚟到嗰個世上個時候先存在，並且喺約翰福音，主耶穌亦都係幫當時以色列猶太人個群眾去講係未有亞伯拉罕之前，即係猶太人個始祖就已經有我。一個就係就係主耶穌嗰一個肯定。所以今日我哋所信奉主耶穌基督，唔係一位係喺人類個歷史個當中喺2000多年前先存在，先係出現喺人類個歷史，乃係喺太初個當中，佢就係上帝，佢就係嗰位創造天地萬物個上帝。正如喺度約翰話：萬物都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做的。所以今日我哋是否去肯定我哋所相信個耶穌基督佢唔係一位人但係佢係嗰位上帝。所以喺度話基督耶穌降世唔係出世，降世唯有耶穌基督係嗰位上帝，佢願意臨到一個地上，臨到一個世間。所以今日盼望我哋能夠喺當中去肯定主耶穌基督嗰一個身份，並且盼望我哋今日我哋每一位相信主耶穌嘅人，我哋都係正在為一個事實做見證。今日我哋去幫人哋去分享有關主耶穌個事蹟，我哋係咪只係去述說一位歷史人物個事蹟呢？或者我哋係講緊一位偉大嘅上帝，一位創天造地嘅上帝，佢曾經嚟到一個世間，曾經願意成為人，住喺人個當中。一個係相信係好唔同但係係咪值得可信呢？保羅話係可信嘅確實以人個理解係好難去思議直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係懷疑呢一個事實。一位上帝咁偉大個上帝，高高在上個上帝，滿有智慧不可思議個上帝，竟然願意嚟到個地上。但係保羅話這話係可信嘅，並且係十分可佩服。但願我哋今日都係繼續嘅去為一個事實去做見證。我哋能夠可以以乜嘢去做見證呢？可能我哋都會帶着好多個憑證、好多個證據帶着好多個經文，盼望能夠能夠為主耶穌基督降世一個事實做證，即係做一個證據做一個見證。但係今日我哋可以憑乜嘢能夠可以好似保羅話呢一個係可信嘅，係十分可佩服嘅。
我唔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當我哋去傳揚主耶穌嘅基督個事蹟個救恩嘅時候，我哋可以帶到乜嘢個證據俾呢個世界，俾呢個世人呢？我哋所能夠帶到個見證係咩呢？係歷史個證據，或者係好多方面嗰一個文章個文件，又或者我哋最大個證據係咩呢？就係生命。因為主耶穌嚟到個地上，佢所帶嚟俾我哋嘅就係咩？就係生命。我哋個生命能夠係咩？得蒙拯救。一個就係咩？就係我哋最大個證據。正如保羅話，基督耶穌降世係做咩呢？唔係到此一遊。主耶穌唔係嚟到個地上到此一遊，或者係咩？喺當中去享受人所要享受嘅，唔係。反而主耶穌基督個降世，唯有一個目的就係咩？為要拯救罪人。今日講到生命係非常之奇妙。今日喺上帝所創造，當我哋去觀察一個世界、一個自然界，我哋都發覺係咩？非常之奇妙，係咪？上帝每一個創造，每一滴嘅雨水，每一朵花，每一個花草樹木、陽光各樣嘢，如果我哋係咩？去仔細去觀看、去察看，我哋都睇到係咩？係奇妙到不得了。今日個科學不斷個係咩？不斷個去發明，不斷個去發現，不斷個去探究一個咁奇妙嘅世界。但係喺上帝所做嘅萬物嘅當中，最奇妙嘅係咩？就係生命。正如第4節，約翰話：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日人係幾咁個咩？幾咁個發達，幾咁個誇耀自己所能夠做到嘅嘢。但係如果冇咗生命，就乜嘢都係咩？都係成為虛空。今日我哋人能夠可以係咩？喺當中去活着，因為係咩？因為我哋係有生命，並且一個生命係擁有上帝個生命。正如喺上帝個創造個裏面，唯有人係得蒙上帝係咩？將生氣吹喺人個鼻孔裏面，人就成為係咩？有靈個活人。雖然今日我哋去探究一個世界，好多上帝所做嘅係好奇妙。我哋四周圍陪伴住我哋嘅好多個生物都係咩？都係好奇妙。但係唯有我哋人係擁有神個生命，擁有上帝嗰一個樣式喺當中。所以今日唯有我哋人嗰一個生命係咩？係最寶貴、最有價值。並且上帝喺佢萬物個創造嘅當中，佢所最睇重嘅就係人嗰一個生命。一切都會過去，但係上帝所賜俾我哋嗰個生命能夠係咩？係傳到永恆。所以今日當我哋去睇約翰福音，主耶穌嚟到一個世上喺整個約翰福音，我哋都會睇到主耶穌好多個教導所行嘅好多個神蹟。主耶穌都係咩？想帶出一個係咩？係點樣能夠成為真正恢復翻上帝有上帝生命嘅嗰一個人生。所以如果我哋有睇約翰福音，我哋都會見到主耶穌時常係咩？幫人們所講嘅係咩？講嘅係重生，所講嘅係咩？係生命，係永生。所講嘅係咩？係豐盛嘅生命。因為一個正就係咩？
人類個始祖犯罪之後，人所失去嗰一個生命。而一個生命唔係淨係講緊我哋一個肉身嗰一個生命，更加係講緊內住喺我哋裏面有上帝個靈，有上帝個樣式嗰一個生命。即係所以喺度，保羅話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罪人個意思係咩？就係失去咗上帝應有嗰一個生命。正如我哋好熟悉嘅羅馬書3章23節，保羅話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個榮耀。即係咩？虧缺了即係咩？失去了上帝個榮耀喺我哋個裏面。所以今日講到人嗰一個生命，今日我哋人最大嗰一個問題係咩呢？今日確實我哋走人生嘅道路，我哋經歷一個人生，有時我哋都會發覺點解我哋人要面對咁多個問題，咁多個苦難，要面對咁多個嗰一個苦難喺當中，係因為係咩？因為我哋失去咗上帝嗰一個生命喺裏面。並且正如保羅，當佢係咩？越經歷一個人生嘅時候，佢越發覺係咩？佢係一個罪魁。罪魁個意思係咩？喺罪人當中，佢係咩？係最做阿頭嘅，係最衰最壞嗰一個人。今日我唔知即係各位，即係大家個經歷係點樣？今日我哋越走人生嘅道路，我哋越經歷一個人生，會唔會我哋都有保羅同樣嘅一個共鳴呢？我哋越經歷一個人生嘅時候，會唔會我哋越發覺我哋人係咩？喺罪個裏面係越更加個沉重，我哋喺罪個裏面係更加個咩？更加個無能個去自救。確實今日喺我哋嘅人生當中，我哋都好盼望能夠係咩？能夠努力喺我哋個每日個生活個當中，能夠係咩？成為好人，成為一個完全嘅人。但係我哋發覺越係咩？越係努力，可能我哋係咩？越係失望。所以今日越係喺人生個裏面去經歷一個人生，好可能我哋所經歷嘅只不過係咩？越係睇到自己嗰一個咩？嗰一個罪污。正如喺約福音裏面有記載一個即係個事蹟，都係咩？都係講出呢一個重點。就係有一次即係有人就帶咗一個咩？喺行淫當中，正在行淫當中個婦人帶到主耶穌個面前，係嘛？就問主耶穌，試探主耶穌是否可以係咩？用石頭去打死一個婦人。然後主耶穌喺當中聖經記載，主耶穌寫咗一啲個字，然後就咩？彎起身上嚟就話：如果你哋當中邊一個係咩？係冇犯過罪嘅，就可以先拿石頭去打死呢個婦人。而聖經個記載亦都係咩？係好奇妙。聖經即係所記載係咩？當時係由老到少，由年老嘅開始先離開。因為可能越經歷一個人生，其實我哋可能只會係咩？越發覺自己個罪惡係咩？係越更加個深重。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一個講法。我哋只不過喺一個地上係不斷個去累積一個罪污，越走人生嘅道路，可能我哋係咩？係越奸狡、越狡猾，我哋裏面係越黑暗，越被好多嗰一個好
好多個罪所捆綁。正如保羅佢都係嘛，都係曾經經歷。無論係保羅或者係喺約翰福音有記載尼哥底母個故事，佢哋都係嘛，被稱為係嘛法利賽人，係宗教嘅領袖，喺人睇嚟係嘛，都係道德家，都係嘛，都係宗教嘅領袖，都係老師。但係佢哋從心裏面，佢哋都係嘛，都會睇到，都會發現，佢哋都係被罪惡所捆綁。所以喺呢度，保羅話：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我相信保羅佢唔係喺當中係嘛，去誇大個講法。但係佢係越走人生嘅道路，或者係咩越認識耶穌基督，反而佢係咩係越睇到自己嗰個問題，越睇到自己喺罪過當中嗰一個真面目。其實今日如果我哋真係好願意嘅、好真實嘅去面對我哋自己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係嘛喺當中，好似保羅話：我真係一個罪魁。如果特別係當我哋係嘛越邁向走向光嘅時候，可能我哋係嘛越睇到自己裏面好多個黑暗。今日有好多人唔願意去承認自己生命嗰一個問題，係因為係嘛？佢哋唔肯願意接受一個光，因為光嚟到嘅時候就光照，讓我哋能夠睇到我哋裏面嗰一個黑暗。但係今日，凡係願意接受一個光嘅人，我哋就能夠喺當中能夠得蒙光照，並且能夠喺當中我哋所得嘅係咩呢？正如我哋好熟悉嘅經文，耶穌話：約翰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嘅兒女。然後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確實，今日我哋信耶穌嘅人，唔係我哋比別人更加嘅好，乃係當光照喺我哋個生命嘅裏面，我哋係咩？係更加睇到自己個黑暗。喺度，約翰話有兩等人，第一等就係咩？係不肯接受光。主耶穌到自己嘅地方來，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但係亦都有另外嗰一種人，就係咩？願意接待主耶穌，佢哋就能夠係咩？有權柄作神嘅兒女。作神嘅兒女係講緊咩呢？就係領受從上帝而嚟個恩典幫埋真理。所以今日我哋每一位相信主耶穌嘅人，我哋所能夠誇口嘅，唔係因為我哋係咩比別人好，我哋個罪比別人少，但係我哋因着被光所光照，我哋更加睇到好似保羅，佢越認識主，佢反而係咩越睇到自己係一個罪魁。但係今日我哋只不過能夠領受上帝嗰份個充滿個恩典，正如保羅話，就係上帝個恩典，上帝個忍耐喺佢個身上，上帝個憐憫喺佢個身上個當中去彰顯出嚟。盼望今日我哋每一位相信主耶穌嘅人，我哋能夠擺放喺別人個身上，唔係一個係咩？唔係一個有個人之處嘅一個生命，但係反而我哋係咩？擺喺眾人個眼裏面，
眾人嘅面前，乃係嘛一位蒙憐憫、蒙恩典個罪人，能夠有主個恩典喺當中並且亦都係嘛有主個真理喺我哋個裏面，去光照我哋，去幫助我哋，能夠係嘛明白乜嘢係真正個敬拜，乜嘢係真正個愛，乜嘢係真正個生命個價值。求主都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去認識主耶穌基督，亦都從主耶穌基督嘅裏面係嘛去領受一個恩典幫埋真理。所以今日求主都幫助我哋每一位屬於主嘅兒女，我哋能夠喺眾人嘅面前，我哋所活出嘅係咩呢？我哋所俾到別人所睇見嘅係咩呢？唔係我哋有乜嘢覺得可以誇口，但係嘛喺別人嘅面前，我哋俾別人所睇到，我哋所領受嘅就係恩典，就係真理。所以今日喺有一啲個當我去探訪即係個時候，都會都睇到有一啲嘅微信主嘅親友，佢都能夠可以喺好多個弟兄姊妹個當中睇到呢一點。有好多個親友都幫我即係去分享。哇！睇住一個人以前係幾壞嘅，睇住一個人以前係幾慘嘅，但係依家信咗主耶穌之後，哇！佢能夠可以成為一個新造嘅人。一個就係係我哋個生命能夠可以擺放喺眾人個面前。今日我唔知弟兄姊妹，你個生命喺眾人個面前能夠係去彰顯到你所領受嘅恩典幫埋真理呢？都好讓我哋能夠可以讓別人睇到喺我哋嘅身上係充滿着主個恩典，亦都係充滿着主個真理，以致我哋能夠可以喺生活個當中能夠去經歷主個愛。原本係不配嘅，原本都係死喺罪惡過犯當中，被罪惡所捆綁。但係今日我哋能夠有主個恩典，有主個真理去與我哋同行，幫助我哋。當我哋有迷失嘅時候，我哋有主個話語幫助帶領；當我哋睇到自己嘅不足嘅時候，有主個恩典去安慰、去承托住我哋。今日我哋都會睇到世人都係活喺罪惡嗰個捆綁嘅裏面。如果缺少恩典幫埋真理，我哋人個生命都係雖然係活着，但係好似聖經所形容，都係係失去咗上帝應有嗰一個生命。今日我哋都會見到世人都係活喺嗰一個境況，都係一咧就係就係活喺迷失個當中，揾唔到生命個價值、生命個意義。所以我哋都會見到人都係不斷過去尋找、忙碌於一啲虛幻個事情，甚至有好多當佢哋揾唔到生命個意義個價值，佢哋就結束自己個生命。又或者有好多就喺當中活喺罪惡個捆綁個裏面，不斷係活喺罪嗰一個控制個當中。一啲個生命都係事上我哋擺喺我哋個面前，就係世人嗰個生命。但係今日我哋一班能夠接受主耶穌基督嘅人，我哋就有上帝個恩典幫埋真理去陪伴住我哋，去幫助我哋，亦都盼望我哋嘅生命亦都能夠係繼續去分享主個恩典幫埋真理。今日我哋
所領受咗，但係上帝更加盼望我哋個生命能夠可以係嘛，將恩典、將真理係嘛分享出去。今日我哋去到人群個當中，我哋有冇帶着恩典，有冇帶着真理呢？或者有的時候我哋越係信咗主越耐，我哋反而係嘛帶着好多個律法個主義去到人個當中。你要做好呢樣，做好嗰樣，你先能夠可以係踏入教會信主，係咪呢？相信唔係。我哋領受嘅係恩典，係真理，亦都盼望我哋係嘛能夠可以帶着恩典幫埋真理去到人群個當中，去話俾別人知道主個恩典、主個真理係何等個美善。我已經領受咗，今日我能夠可以嘛將上帝嘅恩典幫你去分享，然後將我所領受上帝個真理，乜嘢係真正嘅敬拜，乜嘢係真正嘅愛，乜嘢係嘛係真正嘅生命，去幫你去嘛去分享。我相信一個亦都係嘛係今日當我哋去思考主耶穌個降生，主耶穌個降世嘅時候，盼望我哋都好似保羅話，佢能夠被耶穌基督所揀選做榜樣，即係好似做咩？做一個樣本咁樣。其實今日我哋每一位信耶穌嘅人，我哋都好似一個樣本，就係上帝喺我哋嘅身上個工作，賜下恩典真理俾我哋，好叫世人能夠以因着我哋嘅生命睇到，哇！一個生命係滿有恩典、滿有真理。佢個生命係咩？唔係靠佢自己個努力，而係靠耶穌基督個救恩，因着耶穌基督個憐憫喺佢嘅身上，佢能夠係咩？得蒙悅納，得蒙拯救。喺佢個身上有真理，佢明白人生個價值個意義，真正個敬拜，真正個愛，真正個生命個意義係乜嘢？希望呢一個都係讓我哋喺聖誕節個期間，我哋能夠好似保羅好肯定嘅，耶穌基督降世係嘛，為要拯救我一個罪人，這話係嘛係可信嘅，係十分可佩服。但願我哋在當中，我哋都係曾經蒙恩得救個罪人，都能夠繼續為一個事實，為一個奇妙個救恩繼續過去做見證，讓別人喺我哋嘅身上唔係睇到我哋有幾咁個威水，有幾咁個能幹，但係喺我哋嘅身上，別人睇到嘅係咩？係恩典，係真理。所以盼望今日讓我哋去回望我哋個人生，我哋都能夠時常更加個感恩，因為我哋以前係點樣個人，今日我哋係咩？能夠滿有上帝個恩典，亦都盼望我哋喺未來個日子個當中，有上帝個真理不斷去光照我哋，不斷去引導我哋，以致我哋能夠可以走永生嘅道路。我哋個生命不再係咩？不再係頹廢喺一個世界個裏面。今日有好多人當睇一個人生嘅時候，可能係咩？係滿有好多嗰一個悲嘆。特別今日講到年輕人喺未來個日子個將來，有好多話：哎呀，好難走。喺一個人生應該點樣過呢？但係當我哋真正領受咗主個恩典，嗰咪真理，我哋個生命就能夠係咩？邁向豐盛。正如主耶穌話：我嚟係叫你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一個就係咩？主耶穌要賜俾我哋，帶領我哋走一條豐盛人生嘅道路。希望如果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喺約翰福音嘅當中更加過去領會主耶穌好多個教導。佢所要賜俾我哋，佢所要帶領我哋嘅就係咩？
一條豐盛嘅生命。但願我哋都係以一個生命去為主做見證。有時我哋唔係靠我哋個口，唔係靠我哋個財富，唔係靠我哋某一樣嘅嘢，唔係靠我哋個地位可以說服別人。除非我哋係嘛，真係領受從主而嚟嗰份真正嘅生命。我相信呢一個先係咩？先係最有力嗰一個見證，能夠可以喺一個地上繼續去見證着主耶穌奇妙個救恩，係可信嘅，係十分可佩服嘅。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親愛嘅阿爸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個工作係何等個偉大，何等個奇妙。你唔單止喺創造天地萬物個當中彰顯主你個榮美，彰顯主你個智慧，你更加喺耶穌基督所為我哋預備個救恩個救贖個裏面彰顯你奇妙個智慧。你叫我哋世人能夠因着領受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我哋個生命就得着更新，我哋個生命就得着轉變，我哋就有權柄作上帝個兒女，經歷你所為我哋預備個恩典寶貴真理。天父啊，但願今日世人都能夠願意喺我哋每一位屬於你個兒女嘅身上睇到主你奇妙個作為，以致我哋都繼續喺個世代個當中去傳揚主你個救恩，述說主你降生個事蹟。特別係喺我哋一班個罪魁個生命個裏面，帶嚟俾我哋生命嗰份個拯救，帶嚟俾我哋生命個當中嗰份個豐盛。我哋多謝你，祈求主都繼續幫助我哋，盼望我哋喺未來個日子個裏面，我哋走一條人生嘅道路，我哋越認識你，我哋越有你個光喺我哋個裏面，我哋個前面個道路係充滿着恩典幫埋真理，讓我哋都能夠繼續喺當中去幫別人去分享主你所賜俾我哋嘅恩典幫埋真理，好叫更多人都能夠可以一同過去領受。我哋多謝你，我哋將我哋每一位個弟兄姊妹，我哋個生命都繼續向主交託，求主繼續嘅引領我哋前面嘅每一天。感恩禱告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